克族是我国唯一原住白种人，也是欧罗巴人种。他们个个长着高鼻梁、深邃的眼睛，人人都长着一副外国人的样子。今天就带你们看一看塔吉克族的颜值。走。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马尔武热，今年多大？刚满18，刚满18岁哦，好美。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？平时就跳舞吧。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卡斯木，什么民族？塔吉克族。有什么兴趣爱好？我的兴趣爱好唱歌、跳舞、主持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好，我叫美第二，什么民族？塔吉克族。你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？平时兴趣爱好就是跳舞，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旅游。你身上穿的这个服饰，塔吉克族跳鹦鹉的服饰，一般就跳鹦鹉时候穿。可以展示一下这个服饰吗？哇，我们鹦鹉的服饰太帅了！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艾霞木，塔吉克族，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？就是跳舞。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布兹兰吉，塔吉克族，你今年多大22岁。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呢？跳舞还有踢足球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肖达利，塔吉克族，今年多大24。你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？骑马、跳骑马跳舞。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买第二，塔吉克族，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？就是跳舞。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叫玛利亚姆艾比拉，我是塔吉克族。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？唱歌。你好高啊，你有多高1.78米？1.78米的美女。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叫谭一丁，塔吉克族。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？就弹柔啊谱呀、吹音笛呀，就这些。艺术细胞。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古丽米热，今年多大22岁。什么民族呢？我是混血，爸爸是塔吉克，妈妈是维吾尔族。哇，果然混血出来的孩子都是大美女。谢谢。兴趣爱好是什么？跳舞、唱歌。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呢？高富帅吧，颜值高就行。颜值高就行啊，这可以的。哎，你多高啊？我感觉你特别的高。我170，170的美女。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叫沙姆西诺尔，什么民族？塔吉克族，看我的花帽就知道了吧。漂亮的花帽。今年多大？24岁了。你有什么兴趣爱好？我的兴趣爱好是跳舞。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塔吉丁，你什么民族？塔吉克族的，今年多大18。18岁了。啊，什么星座？双子。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女生呢？对女生不太感兴趣。哦。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艾伊克，塔吉克族，今年多大25岁，方便问一下，就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吗？就是长得高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西人，塔吉克族，今年多大23。平时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？看书，方便问一下，有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吗？爹系吧？爹系。哦，爹系的男生。好啦，这一期采访就结束了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